廣東人報志願報間近近地都幾好啊！我哋都有大學㗎，以前又係衰嘅，叫乜鬼嘢學院咁，而家名正言順啦，佛山大學。咁至好就梗係中大啦，報間近近地都幾好啊！喂，深大你估嘢少㗎？佢啲排名啊勁過晒好多什麼985啊、211㗎，咁至好就梗係中大啦。報間近近地都幾好啊！珠海有中大、北師大、北京理工，係新學院啫，咪一樣係名校，咁啊至好啊梗係中大啦。我講廣州嗰間啊，報間近近地都幾好啊！五邑大學、本地小清華，仲係1985嘅大學，乜離市區又近，至好就梗係中大啦。報間近近地都幾好啊！但係廣州有華南理工、暨大、醫科大、華南師範、華農，咪啦，攞個百度報考神器睇下好啊！喺百度 AI 自然助手入邊輸入分數，馬上就可以全面推薦俾你，可衝擊、較穩妥、可保底嘅3種類型院校啊！而且啲數據啊夠新夠準，唔使估下，避開晒嗰啲滑檔嘅氹啊嘛，可以揾到至啱心水嘅大學啊！咁至好啊，梗係中大㗎啦！我跟他們不一樣㗎啦。和諧家就要多點出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、闖一闖嘛，去廣州、去深圳啊，咁至好就梗係中大啦。